平安，某某天乐。我是平安，我说我15吼，应嘿，该会当去迄个我真想，升华园，但是去迄个有无？无去伊是伫咧我去迄个倒啊。嘿，吼升嘿嘿华园我会当去啦。，OK。啊，20号我就无到啊，20号我半年前都已经排好回诊啊。20号。20号你毋是讲迄个陈南节？哦，伊迄还未确定呢。我即马，哦，你讲我看你是写对对对，伊讲二十号，啊那大概啊，二十号我是可是都还没确定。嘿，还没确嘿，定嘛？那无要紧，二十号若袂使，袂使，二我再十号搁排。我要去桃园长庚的啊。OK，好，没问题，没问反正题。每半年都要一次啊。好好好，好，哎。好啊，那15号我是会使的，，OK，好，那15号好，咱排我无问题。嘿，好，谢谢。袂，伊是要伫迄个入学礼拜甲拢一贯安尼吼，对，拢伫遐，啊了后才单去平入念嘛，啊，安夜。过来个别礼拜啊火化安尼。对。哦，OK，好。好，时间到，咱做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今仔日也要借着日捌三业教会，搁一届来看马街伊的宣教对阮特别是北台湾的帮赞。阮也感谢你，也阮会当伫福音的工程会当接续伫现代。有份伫即个福音的工作顶悬，伫教会内底来服侍你。也讲求主你，互阮透过安尼的回顾学习，会当搁一届提醒阮伫信仰顶悬的责任。也为着阮所敬听的亚牧师跋倒来祈祷，恳求主你甲伊三甲地地，互伊会当赶紧来恢复。也感谢你今仔日早起，互明德牧师来访问，来就任正做淡江中学的校牧阮会当甲伊三甲来欢喜。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开启阮，阮会当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要来讲咱教会吼。小可怪怪吼，因咱逐个拢比我较老资格吼，迄三减。但是就是讲，咱对无共款的角度，对历史的角度去了解。资料互咱的迄个讲义上后壁部分，我今仔日就袂讲吼。因为迄个部分真长咧讲着咱整个咧建堂的即个过程安尼吼。即个礼拜日我用较侪时间，我甲所有对咱开始筹备、整理、搬迁、拆除，甲开始安尼画，搁起甲呾，我所有诶相片吼，大家拢建出来吼，摆来要来甲大家三甲分享伫8月初3吼。所以迄个部分就是礼拜日来听安尼啦吼。嘿，咱就来讲头前的部分吼。咱会对马街的历史开始讲啦吼。当然，咱先来看咱的标题啦吼。标题我互咱的讲义吼。讲到三协基督长老教会吼。即个三协基督长老教会其实是种简化的讲法吼。咱的名其实较完整来讲，应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三协教会啦吼。嘿，一般来讲是三协基督长老教会，搁较简化是三协长老教会吼。嘿，大概伫台湾来讲，若讲长老教会，大概就袂走拙啦，就是咧大部分的人就知影讲咧讲咱啦吼。好，咱教会地址就是民族街1号啦吼，安属伫台北中会吼。有人会问吼，咱是毋是属伫北台吼？甲咱肯定讲，
毋是吼。咱含咱的不动产，咱嘛无囥伫北台，咱的不动产是囥伫台北中会。真济较早期较老的教会，其实不动产是囥伫北台。是安怎？咱我无确实知啦吼。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咱伫咧解决即个名的顶悬的问题，也是安。但是我真清楚知影咱的不动产是囥伫台北中会吼，毋是囥伫北台安尼吼。所以咱的定位足清楚啦吼。咱的教会嘛属伫台北中会吼。教会组织咯吼，我即摆咧讲两项代志。第一个是组织啦吼，组织就是讲三峡长老教会即个小会下面的即个教会是属伫台北中会中委会咧管。咱的不动产是属伫财团法人台北中会吼。这是两项代志吼，这是两项代志。所以咱拢是伫台北中会的下面安尼啦吼。好通常伫长老教会来讲，就是咱咧讲叫做中会智会啦吼。中会智会是安怎会叫做长老教会？就是中会的组成拢是长老组成的。安尼，咱伫进前咧讲到人捌长老教会的内底有甲咱解说着吼。是安怎叫做长老智会？牧师嘛伫内底吼。咱知影伫正式的称呼顶悬，牧师叫做教导的长老。咱选出来长老叫做管理，也是叫做行政的长老，所以拢是长老职拢是长老职。两个拢是爱按立的这咱之前有讲过吼。所以咱大概小可搁了解一下吼。咱的长老教会的组织大概是安尼吼。好，马街吼，我常常共开玩笑共问吼，马街是倒一国人啦吼。足侪人就是讲加拿大吼，拢讲毋对啦，伊是加拿大出世的台湾人啦吼。对，因为伊是加拿大出世的宣教师吼，派来伫台湾，但是因为伊真认同台湾吼，伊家己当做台湾人吼。像阮最近才送马约翰牧师转去伫美国，伊嘛是共款，伊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甲护照，伊自我的认同伊是台湾人，但是袂当否认的，伊是美国出世吼。马约翰牧师嘛是安尼情形吼。好，咱的教会是伊所创设的啦吼。这是我画几个无共款的图吼。好，马街伊是1844年吼，伫加拿大出世吼。咱知影加拿大吼，东西分足宽啦吼，东西分足宽。伊是即个东边的吼，较东边遮吼。离咱不离啊远啦吼，不离啊远吼。加拿大第一位的海外宣教师啦吼。真侪人甲伊叫做乌秋番啦吼，毋是胡秋哦，乌秋伊的胡秋是足乌的啦吼，叫乌秋番啦吼。好，咱伫即个伊的背景的中间，咱知影讲伊真少年的时阵就听到即个宾威廉牧师吼，伊是一个中国的宣教师吼，去到伫中国的宣教师，后来伊有受感动，然后就决志要来成做一个海外的宣教师啦吼。到第26岁迄个时阵，伊新人去毕业才受派吼。加拿大的总会提出申请，自愿要成做海外的宣教师吼。一直到1871年吼，接到加拿大长老教会海外宣道会的批，允准伊吼成做即个加拿大总会吼的即个宣教师，就差派来东方，特别是要去到伫即个中国的所在吼。我特别讲就是讲，头起先伊是受到影响，想要去中国。伊迄阵毋知影台湾伫倒位吼。咱爱会记即项代志，就是讲，台湾古早嘛是一个较偏僻的海岛吼。真侪宣教师其实拢是去到伫中国厦门吼。了后才伫迄个宣教师的册会中间才差派吼。
才来台湾吼，才是安尼吼。好，1871年伊就开始就离开吼，对10月份伊就开始坐火车出发啦吼，坐到伫美国的旧金山吼，这个真长的时间吼，这换坐几若工火车才会到吼，到旧金山了才坐船吼，到日本吼，到日本，然后搁到香港，搁到伫广东，搁汕头，搁厦门吼。拄则我有讲吼，厦门是古早大概是西方伫即个用中国做主体的一个宣教的据点啦吼。嘿，差不多你若要去伫中国内底，也是要来台湾，拢用厦门做一个转点安尼啦吼。去到伫遐哦，伊拄着就讲，有人甲讲遮都已经有人啊吼，已经有人啊，所以伊就搁受派，也是讲搁来到伫台湾，伫高雄登陆吼，去到伫台南府城，结果咧讲遐嘛有人啊吼，咱知影伫即个南部吼，南部是。马雅牧师伊已经先到伫遐，搁有一寡宣教师也已经来啊吼。伫迄个时代，因就感觉讲安尼有够野吼，所以因就甲马街搁有一寡参详了，伊就对李修牧师，也是对英国来长老教会的牧师，甲德马太牧医生吼，做伙来到伫北台湾来看卖安尼吼。好，所以到伫北台湾了后，伫1872年3月初9，才伫古早叫做后尾啦吼，即个淡水来登陆啦吼，所以伊也受到圣神的感动，伊就讲这就是迄个地吼 ，This is the land 吼，伊就认同即个所在，诚做伊宣教的所在吼，了后当然咱知影伊后壁。伊就伫遐踮落去，伫遐来结婚吼即个基本上是咱咧讲是毋是真正伊上岸的所在，嘛无介确定啊。但是就是伫迄个库里所以就放一个雕塑伫遐来做纪念啦吼，来做纪念诶。有人滚算者讲马介有够可怜吼，自迄先做好了，就跪伫遐拢爬袂起来安尼啦吼，嘿，伊真正是爱即块土地吼，真正爱即个土地，伫迄个所在捌有涨水，风台来涨水落大雨的时阵，即规台船内底拢滴水啦吼，这嘛捌饮过安尼啦吼，嘿，好当然伊创设第一间的教会吼，淡水长老教会咱知影马介博士来的时阵所设立的毋是即间哦，听咱会记哩，即个礼拜堂伫旧年庆祝90周年吼。所以这基本上这是尾吼，才搁改建，才搁起吼，因搁即马变做已经是一个新北市吼，新北市的一个历史建筑啦吼，90年吼，好。伊伫1872年来到伫台湾了，就开始伊的即个医疗宣教等等。咱知影伊一个外国人来到伫台湾，伊上大的困难有几个吼，就是讲第一个是语言啦吼，伊袂晓台语嘛吼，语言是问题啦吼，过来就是讲伊对遮的天气吼，遮天气会袂适应吼。你知影伫加拿大是冬天拢落雪落甲吼，来到伫台湾是热甲，搁湿吼，伊嘛因为安尼吼，伊有几若摆拢破大病安尼啦吼，伊到尾是因为癌症来过身啦吼。好，伊到伫1901吼，即个中间来台湾差会当讲是30年吼，30通年这中间吼。拢伫遮做真好诶工作啦吼，伊伫遮结婚生囝，然后死，嘛待伫咱讲淡江中学诶后面遮吼，
因的厝里的人嘛，拢伫迄个所在啦吼。嗯，伊来到伫即个所在，这是咱台湾会当讲是北平对外一个足重要的河流甲港口，含咱过去三峡的即个水路嘛是拢通到对下咱讲淡水遮吼，也是讲对即个咱讲大稻埕即边遮吼，拢爱通水路啦吼，通水路这古早是足重要，因为咱的陆路是无介好势啦吼。所以伫古早的淡水河口，拢有足侪迄种篷船大只的，拢停伫外口，然后物件才换做较中的船入来伫即个较宽较深的水遮，愈起来像咱三峡遮，就拢较细只的船啊吼。咱这过去的即个咱讲河道的航运吼，河道的航运吼，但咱即摆已经无法度，因为水愈来愈少吼，已经佫有搬去伫迄个水库内底吼。伫1888年的时阵，会通讲是上大的一个出口量伫迄个所在吼。咱像咱遮三峡有足侪古早的茶吼，若要运出去嘛，是拢经过即个水路来运出去，伫迄个伫迄个外海的迄个大只船才运送去去日本啦，去中国啦，是去东南亚啦，吼等等遮的吼。所以迄个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啦吼。当然了后，咱知影有基隆港，尾佫有高雄港吼，等等遮都已经拢无共款，佫咱陆地的运输起来吼。好，马盖博士伊的名吼叫做 George 吼 George Leslie 吼马盖吼伊家己号名叫做接续理啦吼，接续理吼伊伫加拿大出世吼，其实因兜嘛毋是真经济真好的情形啦吼，但是伊就是嘛伫迄个真好的健全的环境来大汉。咱知影加拿大受到长老会的影响真深吼，对苏格兰移民吼，咱小可看一下吼。大概即个姓啦吼，佫有迄种写 MC 像麦当劳 Mac 吼，这个基本上拢是伫爱尔兰、苏格兰出来的人，因的传统的姓吼，传统的姓。咱知影伫英国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伫美洲来的时阵加拿大是一个足重要的站啦吼，了后才去伫美国吼，安尼。好，伊家己当然伊有受真好的老师的训练吼，了后才搁读这个神学啦吼，才受差派来到伫台湾吼，拄则已经有小可讲着吼，伊真爱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啦吼。好，伊不但伫福音顶悬，伊诚做宣教师，咱拄则讲，伊真正是爱这个土地吼，伊嘛带伊会当讲学生啦吼，张聪明吼，这是咱黄苗长老因的祖先啦吼，这黄苗长老应该是对张聪明的小弟吧吼，安尼落来吼，对，照我了解啦吼，等下黄苗长老会当，若有伫遮会当来请教一下啦吼，好，伊就认同台湾，带台湾人做某吼，伫遮生囝张聪明嘛，诚做台湾第一个会当去环游世界的负责人啦吼。伫迄个时代，咱台湾的负责人基本上是拢无地位的吼，就去用做童养媳的啦，无拢无也袂当受教育啦吼。咱的女子教育，咱等下去讲着女子教育嘛，是马介伊个开始吼，伫淡江的边有一个所在叫做女学校吼。就安尼开始有即种即个妇女的教育啦吼，这就是
这个有一个网站叫做台湾古写哈，古写真啦吼，因就是用电脑去甲上色吼，这恢复迄个色安尼吼，这是马街引导啦吼。好，这是马街所写的诗啦吼，当然有人甲伊谱做曲，谱做诗歌换真侪人爱唱吼，真侪人爱唱。伊所意爱的台湾吼是遮尔水吼，伊已经找到伊的归属安尼吼。好，所以伊伫李休牧师甲即个德马泰的医生的帮赞的下面，就来到伫北部就开始正做即个北部的宣教师。所以像讲台湾新人院的校庆当时就是3月9号，阮用即天用即天啦吼，大概是马街的学校拢用即天啦吼，就是讲即马咱讲进前迄个护校吼，马街护校啦，真理大学啦吼，是即个淡江桥，拢用即个3月初9吼做校庆吼，就是咧纪念马街来的日子啦吼。好，咱知影马街吼，伊为着要来台湾，又去简单学迄个满喙齿的代志。伊毋是医生的背景，咱必须爱讲吼，伊毋是医生的背景，但是伊为着要来，伊就感觉讲伊需要去学习。伊当然迄阵毋知要来台湾，但是伊知影讲，这医疗的物件会当帮助真侪人，嘛会帮助伊宣教啦吼。马街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就是伊足敖行路，足敖去传福音，足敖去开设教会吼，足敖去开设教会。大概看起来，伊开设大部分人讲伊开设60几间啦吼。不过照马街后生所整理出来吼，大概有71间啦吼。有诶过去的历史中间无去用提起，也有可能开拓了后关起来，当无搁记载伫内底。但是伊的后生尾仔对伊的日志中间去整理出来，叫去查证的吼。我等下去讲着咱到底第几间吼，咱即马讲袂介好势吼，但是咱就是用咱家己的历史来讲啦吼。好，咱念起再来讲吼。好，伊开始开拓教会了后，伊就对伫即个台北啦吼，到上南到苗栗吼，像我阿公就捌伫即个后人吼，后人就苗栗后人教会来做传道者吼。了后阮阿公则搁去花莲港吼，伫后人了后去搁来大溪吼，了后搁受派去花莲港吼，安尼咧牧会所以大概就是阮阿公去的所在，大概就是马街即个开拓教会上远的所在啦吼，伫苗栗搁花莲港安尼吼，好，这伊对人满喙齿啦吼，做真好的服务吼。伊伫台湾的宣教的中间，拢总满2万几支啦吼，听讲21000支以上啦吼，安尼吼，嘿，这诚做真大的帮赞吼，对台湾人来讲吼，嘿，其实伊若莫甜顶无喙手莫遐长吼，看起来嘛足像伊的学生安尼吼，嘿，这是伊甲伊的学生伫这个牛津学堂来合照吼，伊带伊的学生去宣教旅行吼，讲旅行听起来敢若佚佗安尼吼，伊就是安尼过去拢用行路吼，行真长的路，就去宣教，当然有当时伊嘛有坐船啦吼，这就是伊古早的牛津学堂，这嘛是伊转去加拿大募款砸来的钱吼，来去这个牛津学堂开始训练学生吼，这是迄个嘉医馆上早的嘉医馆伫这所在吼，所以马街医院是甲老尾吼，甲老尾抑搁有另外一个叫做马街的传堂，伊嘛有关联，来去病院大间，这是伫咱台北市内安尼吼。好，这淡水教会吼，在1933年来伫因这迄边啦吼，嘿，好
所以对淡水开始，伊就开始来做一个宣教的基地吼。淡水教会的设立，毋是干那设立教会，足重要就是伊伫迄个所在，一方面做医疗，一方面做教育。伊足注重教育，就是讲伊咧教学生，找派学生，带学生甲伊做去宣教去设立教会安尼所以伊伫即方面做了足好啦所以咱伫整个北部的宣教来讲，咱从病院也好啦，神学院也好啦，大学也好啦，高中也好啦，女子的教育也好啦，还是讲到落尾，即个咱讲的马偕学校，即马并到迄个马偕医学院去伊即马叫做马偕医学大学啦咱就知影好，这后壁就是伊的后生伊所考证经历的安尼啦伫即个内底有一寡资料，甲咱所认知的有淡薄无共款安尼伊甲伊即个来台湾宣教了，第一摆倒转去加拿大溯籍的时阵，去甲分做前期甲后期啦前期拢总伊开设21间教会训练21名安尼后壁差不多阁有50间啦有50间安尼嘛有人咧讲拄则咱讲60几间安尼其实咱若斟酌加起来，大概应该是71间啦所以伊嘛真重要咧训练遮个传道者。你看，咱头前讲训练21个，才训练这60个安尼来去我小可讲一个题外话啦你知影伫南美洲有一个所在的地名嘛叫做甲咱即个共款我先莫讲莫读出来咱北部滨海遮就是滨海公路遮北滨嘛有一个所在，就是即个叫做三貂岭美国的西南边上南边有一个县，伊嘛叫做即个名好是咧。好，伫美国叫做圣地亚哥，咱讲圣地亚哥。伫南美洲上南边遮，伊叫做圣地亚哥，一个是已经变英语发音的圣地亚哥一个是用西班牙语发音的圣地亚哥好，三貂岭就是圣地亚哥的译音啦这咧代表啥物货？代表咱台湾伫足早期马偕来进前，大概300几年前，就已经有福音来到伫遮啦就是西班牙南部，咱讲啥物货？荷兰北边是西班牙，通伫咱一般咧讲的淡水的即个红毛城就是咧大概是咧纪念迄个时代了后就是去互赶出去，宣教士拢去互赶出去即个福音会当讲差不多断站安尼啦但是大概天主教都有留落来迄个传统你像讲屏东的即个教会也是讲伫高雄爱河口即个玫瑰教堂，就是拢足早期的时阵所设立的教会啦这大概题外话小可讲一下所以你长老教会来，即马伫160栋的中间，马偕来150几栋的这中间伊就开始伫这个所在来宣教伫遐宣教有真侪人其实虽然因已经倒转去原来的信仰，但是因对西洋人对遮个宣教师其实是有好感的这真有可能甲即个过去捌受到天主教的宣教有关啦咱大概会当安尼咧摇啦好即个
整理出来的资料是安尼吼，前期吼就是1872年到1879年安尼，拢总开设21间。伫后期吼，伊开设差50间的教会。我互咱的资料有写，我遮就无爱讲啦吼。好，不离趣味就是讲伫马介囝所整理咱三角影吼是第14间，咱教会家己的资料伫第13间吼。好来，真理大学的历史资料，咱的三角影教会是第10间。你若有机会去真理大学的即个历史馆吼，就是咱咧讲的即个伊已经教室吼，已经教室牛津学堂内底有一个宣教地图，迄内底我会记真吼，伊甲咱标第8间啦。所以有几若种无共款的讲法啦吼，伫迄个资料无介清楚的时代，就一人讲一套安尼吼，就留落来无共款的即个资料安尼。不过伫咱教会，咱本身的历史资料是安尼写啦吼，就是讲咱是1876年，日子拢无改变吼，所有的资料拢共款写即个日子。但是第几间大家看法无共款，也是讲伊的统计对教会看法，有诶可能开拓了关起来吼因就无算诶吼，嘛有可能啦吼，也是讲也是安怎我毋知影吼，这我有足想要去了解啦吼，佫无时间啦吼。好，来，咱是1876年10月初5开设三角营教会吼。我拄来转来台湾来咱教会的时阵，我一直认为讲马介一定坐船起来吼，我着四界去向问，伊有可能对倒位起来吼。我本来计是讲伫咱教会边仔迄个三角溪安尼吼，出去遐毋是有一个红色的桥，边仔有迄个5只船伫涂骹画迄个，我本来计是人讲毋是，迄个所在是咧上会吼。人的码头伫倒位？人的码头是在书院的头前遐吼。好，这是咱在地人甲我讲的吼。但问题是安尼，马介毋是坐船来，马介对倒位来？马介是去新店，然后搬山过岭对欢喜溪行倒落来。吼，这个是互我做较意外的一个事实啦吼。所以阮了嘛是去考证了才知影吼。这咱拄则有看到迄个相片吼。这就是伫网络找到的啦吼。伊教学生就伫迄个操厝内底伫遐咧学台语吼。咱的教会第一间的礼拜堂，就咱知影民权街的726甲728，咱即马搁咧关系的中间啦吼。听讲马介来的时阵伊咧伫遐咧传福音，结果有人就无欢喜，就摕石头甲钉吼。拄对伊的头壳边飞过，听讲迄个石头逼做3块，其中一块吼去互马介甲炸转去伫加拿大，放伫即个博物馆内底吼。其他咱都无留啦吼，咱都无留足可惜啦吼。咱教会有一寡物件拢无留着，比如讲咱的钟落落来了，即马伫倒位嘛无记吼。真可惜吼。就算是破去，嘛会当做一个历史的文件啦吼。这咱嘛是爱学习吼。咱对于即个拆旧的礼拜堂，咱学习真济要保存的物件吼，等等的遮。这是咱第2个聚会所在，当然即摆厝甲永贵已经无共款啦吼。咱第2个所在，倒来是咧，即个是迄个陈长老陈医生因管的吼。即个是逐个集资来买，搁来起吼，搁来起。了后因为要起即个民族街1号即个所在，因为钱无够吼，咱就甲卖掉吼。即个所在是卖掉吼。这是第2个所在，但是第1届建堂吼，咱知影，咱即马咧建堂毋是第1次吼，咱即马建堂是第3次建堂吼。伫咱的三角教会历史的中间，咱是第3届的建堂吼。好。
这咱伫楼街边啊，还佫看会到啦吼。好咱知影伊马偕伫台湾宣教的成功，是因为伊足注重教育吼。教育是一个咱讲万年大计啦吼会当传真长你若无教育吼，你也看足侪基督徒的家庭吼，到尾后代拢无伫教会内底，就是因为无教育吼无教育就一直传迄个毋对的信仰甲理念，就会影响就拢离开教会所以教育足重要教育会当互咱家己会当成长伫信仰顶悬会当徛在当然马偕所带来其实毋是干那遮尔，咱拄则讲医疗啦讲教育啦讲设立教会啦即个伊找歹学生啦毋是安尼尔你敢知影高丽菜、花菜等等遮的物件，拢是马偕炸入来咱遮食到欢喜甲迄马偕炸入来这个物件，其实伊对台湾的影响是不离深不离阔啦有介济介济物件好咱拄则看这个牛津学堂就是伊倒去无款来起的安尼无迄阵拢像咱拄则看到迄个草厝安尼尔所以了后就开始来起这个牛津学堂就开始有这个所在伫遐会当来遮风查雨伫遐来这个来上课啦做教育啦好。好，来伊拄开始的时阵有18个学生然后尾就牛津学堂就改名叫做台北新学校台北新学校所以台湾新学院会去用叫北神，就是因为这个名的关系，就这两字北神这甲台南新学院南神有拄好两个差别啦但是到落尾佫改名改做台湾新学院啦这就尾简称叫做台省好学校尾选去伫双连遐啦这个新学院遮咱这个普通的毋是新学科的普通科的就改做淡水中学尾淡江高中安尼啦好这个台北新学校尾伫这个1956年选到伫阳明山就改名拄则我已经讲改名安尼好原来伫中山北路迄个新学院的校舍卖互啥物货？卖互台泥伫双连边仔有一个台泥大楼迄就是古早台湾新学院台北新学院的所在安尼好牛津学堂的旧的地址到尾就创办这个淡水工商啦管理专科了后改名做真理大学改名做真理大学真理大学到落尾伫台南的麻豆迄边遐嘛有买一块地起校舍啦好台湾的女子教育是对马偕开始，尾伫南部中英中学嘛有中英女中所以这个女子的教育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咱知影这个女子教育会互这个家庭整个来改变来变化安尼我的阿嬷嘛是捌受过训练了后是去做伫马偕内底咧做护士啦了后才嫁互阮阿公去牧会安尼好女学堂伫迄个时阵是足会当讲是足先进啦嘛当然有一寡人会反对因为这甲咱的传统是无完全无共款啦也有真济的人有摕到这个奖学金就来读也是讲较
较庄脚的所在，啊，因会当有即个机会来读，啊，就足侪人就来即个来就学来受教育安尼啦吼。好，即个女二捌伫马偕牧师死去了后，捌停课吼，捌停课啊了后，则搁伫即个1907年吼，则搁恢复啦吼，则搁恢复吼。啊，即摆迄个校舍啊，拢留伫咧。咱迄阵146周年的时阵，咱有当去伫淡江中学伫遐，咱有经过遐啊，大概有看到迄个校舍吼，咱知影。但是日本人来了后吼，就有甲咱接管啦吼，包括台湾新人院嘛，拢叫人接管去吼，嘿，但是即摆咱的台湾的女子圣经学院尾啊，即摆改做女子新人院，即摆已经无伫迄个原来所在吼，即摆是伫大稻埕教会边啊迄间吼，嘿所以有一寡变化伫咧吼，一寡变化伫咧吼，捌叫做纯德女中啦吼，捌叫做纯德女中吼，尾啊当合并吼，古早的高中是像阮读南部中英中学，古早是查甫的，中英女中是查某的，尾啊女中搁移市，即个中学就开始开放，男女拢总收吼，共款1956年。淡江中学就甲即个纯德女中合并吼，所以即摆淡江中学伊的男女拢有吼，大概是安尼的一个变化，时代的变化无共款啦吼。好拄则有讲马偕竹湖行路竹湖旅行，伊嘛竹湖做研究吼，台湾的生物、动物等等的，伊拢足有趣味吼，拢足有趣味伊留着真侪的遮个文字的资料吼，伫加拿大内底留真侪啦吼，留真侪吼。伊嘛捌去行过中部吼，嘛去中部吼，咱就知影讲伊的脚迹是真侪的所在啦吼。另外吼，龟山岛建立教会吼，但是到尾仔这龟山岛的教会就无去啊啦吼，好伊就足爱去逐所在去遐来传福音，来开设教会，当然伊嘛顺续着沿路去收集一寡咱台湾的遮的动物啦、食物啦，遮的物件来，这是拢早期宣教师因咧做的代志啦。伊家己嘛本身嘛足爱这个所在的物件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来甲张聪明来结婚吼，伊是五股的人啦吼，伫迄所在，伊就变做讲会通伫遮来定居吼，做咱台湾人安尼吼，好，伊的后代嘛真侪拢甲台湾人结婚啦吼，嘿。咱若看到即个吼，好，我顺续讲一下吼。陈清义吼是伊的囝婿啦吼，陈清义的小弟陈清忠尾也捌做过淡江中学的校长，伊是台湾第一个对日本引进即个咱讲 rugby，就是迄个英式橄榄球的人吼，陈清忠校长吼，这题外话小可讲一下，互咱小知一下啦吼。这是拢马偕家庭的代志，但是马偕对咱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啦吼。好，我就这简单的，咱其他咱就来家己来看安尼啦吼。好，咱教会的一个的历史来讲，就是咱对1876年10月初5这个马偕所设立吼，伊就来创设咱的教会，对新店搬山过岭来吼，古早叫做三角印教会，即马咱叫做三协教会吼。但是我甲遮在地的文化人士，伫交往的时阵，因拢甲我讲，咱的教会叫做马偕教会吼。所以这互我一个思考，就是讲，咱要安怎用
马街的精神来甲地方来对接，要安怎延续马街的精神，互咱三峡在地人会对咱的印象，亲像对马街的印象是遮尔深啊，遮尔有影响安尼啦吼，嘿，所以咱伫教会的开设啊，咱种老街126、128民权街了是。第一届我拄则用迄个相片吼，角头已经是1900年1月16号吼，了后则刷来咱即个所在是1952年吼，后连咪我阁会用一寡相片互咱来看安尼吼。好，咱的教会吼，开始对马街开始到现在咱有20几位的牧师团队吼。但是咱只有8位正式就任的牧师，我是第8任其他团队有诶一冬有诶较久拢无一定咱大概我互咱诶资料大概拢有写啦嘿。好咱捌伫陆山村牧师诶时代有真好诶即个音乐诶训练啦咱诚做咱教会诶一种无共款诶发展即个陈医师、陈长老因嘛是来帮衬咱诶教会诶发展我定定爱讲即个啦即个部分咱大概1924年伫教会内底就有人发起讲，咱即马人口搁增加，所以就爱来搁买一个土地来建堂一直拖到1944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物资就管制嘛了后搁才讲1947年即个陈中洲医生爱爸爸的关系就讲爱帮衬来建堂啦到1952年即个马街的后生才来举行即个破土的感恩礼拜，所以我定定出去分享的时，我拢共问啦建堂上困难的是啥物物件？因讲钱啦我讲毋是啦，钱是足困难，但是毋是上困难的我讲阮对1924年开始讲到经历着1944-45大战结束，经历1949年4万块换1块，结果1952年你要两起好4万块换1块，4万八但是礼拜两起好所以头前迄几冬经济拢无波动，但是无法度起，为什么？因为意见无法度整合所以我定定咧用安尼嘛咧提醒啦咱伫教会内底要安怎来去做一个较动心的这我是伫台湾新人院的历史室翕到咱的老家的名就是因为耶稣圣教，甲咱即马在东法人台北中会拍袂起来改名去证明伫法院内底证明讲，即个厝就是阮的，土地就是阮的这方面长了用足济时间精神去处理着即个部分安尼嘛真多谢伊咱搁继续咧为着即个民权街126、128即个财产的问题来祈祷啦好。这是早期咱的三峡河迄个时阵水真济迄个时阵水拢无引起水库所以迄个时阵水真济。听讲也捌举行迄个白龙船啦伫边倒手平遮听讲古早真济人伫遮洗衫啦，伫遮做蓝染啦等等遮的但是即马拢无共这咱旧的礼拜堂的情形大概应该这毋是52年啦，应该搁较后壁因为壁也死个这个围墙嘛起起来这个就是围墙还未起的时阵啦这搁较早这是52年你啊看死个还未用59年这死个起来这是尾大铁柱
那你厝啊好。咱捌经历过9位牧师，应该是10位啦，挂我10位啦吼。这是旧的资料吼，我无甲改掉。好伫这个咱特别是姚教雄牧师伊1972年来了，伊伫遮牧会23冬吼。咱有2任的牧师，算拢超过20冬吼。李传月牧师20冬啦吼。咱伫1993年开设原美教会咱这是咱唯一开拓的教会啦吼，这是拄则讲李传月牧师伫遮20冬嘛有无共款的发展比如讲有社区的读册中心啦，有少年大学啦等等的我是对事实上我是对7月初我就到台湾啦因为爱隔离爱个自主管理等等的，所以我7月28才带入来咱的牧师馆安尼一直到伫8月举行监选，10月24号来就任这第8任的牧师啦这大概是安尼我简单甲遮的历任的牧者的名就互咱看过安尼拢各种团队拢无介长啦第1任的牧师陈和过来共款佫有好这个陆先春牧师是第3任啦吴继祥牧师我捌伫美国相拄过啦嘛有捌伫北投甲伊相拄过吴东和牧师伊嘛是伫美国杜剑顺牧师伫加拿大已经退休2冬前有转来，咱有请伊来讲道分享啦咱的姚牧师伊23冬，谢牧师4冬专业牧师是20冬过来安尼好。所以咱的教会有咱发展我拄则讲1924年开始讲，发起讲就爱去礼拜堂嘛佫拄着4万块换1箍但是4万块换1箍了，咱当甲冲起来咧就无简单啦我想对咱来讲是一个刺激嘛是一个提醒伫咱的眼光看做困难，伫上帝无看做困难啦才有历史的遮个相片，也互咱小看一下这过去安尼咱嘛真努力伫即个所在来传福音马介拄来的时阵无啥物人啦你看这就是还未死仔个的壁啦这尾也死仔个这咱的树OK 这咱进前的一个情形啦好 OK 安尼好。咱教会组织咱伫咧任捌长老教会时阵有小可讲着但是咱即马倒转来看咱的教会，咱的教会内底就是有小会、有中级会有各团契安尼那牧师就是议长啦这写两个咱的代议长了目前是廖文福长老，小会书记是李崇英长老咱有名誉长老，就是陆清信长老咱的小会员就是这6位长老甲牧师组成的叫做小会好咱伫小会内底有分做团队组甲恁考试团队组啥物人想一下咱有关怀组关怀组啥物人倒一个这个长老咧带礼拜组是啥物人，教育组是啥物人，财务组是啥物人总务组是啥物人咱爱知影这是教会咧运作的啦好咱中州会共款议长嘛是牧师我这拢无用着是咧好共款咱有代议长了中州会书记这是蔡尚宇，目前是蔡尚宇执事我要解说一下咱前面有人问过小会一定要有牧师主持，中会指派的牧师来主持，中级会呢牧师会当委托咱的代议长来主持无问题
无问题，所以咱就知影有差别，有差别，咱中秋会的组成就是长老甲执事做伙，这叫做事工组，咱这咧讲到事工要安怎分配，要安怎运作，咱有6位的长老，咱有12位的执事啦，搁挂牧师安尼，总19位，咱即马目前少年团契是信心者，圣歌队是穆恩，妇女团契是美华，青年团契是雨洁，主日学是小军，夫妇团契是吕少邦甲即个张嘉恩，伫阮兜拢有社青，但是阮无选代表，就是拢伫阮遮，阮就逐个彼此分享安尼，安尼好。少年大学目前校长是我，周末因就是互主日学来处理啦，咱阁有赞美操，安尼阁有赞美操，咱嘛有受聘的员工同工安尼，咱的行政干事木生，音乐是牧师娘，圣歌队的伴奏主韵，好，咱特别的任务就是咱咧讲即个建堂主委，练堂长老，这就是讲这个特殊任务的委员会是咧创啥会？是小会来委托来执行小会所交付的工作，安尼过来爱定期小会来报告，过来最后的裁决定嘛是爱入来伫小会内底讨论，决定了做议录，才会当执行，所以这咱大家爱知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上的伦理伫迄个所在，所以咱大家知，所以虽然练堂长老主委一定要调会，决议了后，特别甲签约金额，要安怎做，到落尾嘛拢爱转来伫小会内底，这是咱一般咱看袂到，就是讲，当咱伫建堂委员会决定了，就倒转来伫小会内底，阮着爱做决定，比如讲，我即马要付工程款啊，毋是练堂长老讲好，付，就付啊，无。伫庭事顶悬一定爱倒转来伫小会内底，阮一定爱投票同意，了后财务长老才会当去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咱爱了解一下，好，咱有2个伫政府立案的单位，一个是关怀协会，一个是银发族的俱乐部，这个伫政府的角度来讲，伊毋是伫教会内底的附属组织。因是单独伫市政府内底登记的，但是事实上是拢咱的人，所以基本上咱就是用这来做，咱来讲合作的关系也好，也是讲咱对政府的窗口也好，因为咱宗教法人不是社团法人，伊的功能性无共款，功能性无共款，所以咱有这2个，这2个，所以咱大概小可知一下安尼啦，你若讲伫制度顶悬，比如讲关怀协会要去甲政府登记，也是要去报这个年会的报告的时阵，伊拢爱甲内底一定爱写一条，是三甲长老教会同意要租所在，互这个单位来使用，伊才会当放办公室伫遮。伊本身没有不动产，是对咱教会借伊、租伊、无偿租借，也是安怎，这拢爱交代清楚，咧立案的时阵，这拢爱交代清楚，所以咱基本上咱教会整个的简单的历史甲这个咱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到这，有人要补充无？还是有要问的无？有没有？我有查过马街的日记这10月初5伊其实无咧三节，所以这毋知要安怎。毋知要怎解说。我就是查特别去迄个图书馆遐有嘛嘛这日记伊1895年，1876年的10月初5，
那事实上是不在三峡。来看一下，这是我去淡水去分享募款的时阵，因送互我的，有看到无？哎，马街伊写的手的记录，1876年，吼，10月初5，遮开设三峡教会。对啊，但日记内底佫无记咧。伊10月初4还是初3无啥记啊，是伫真远的伊所在。新店啊，嘿，所以安嗯尼，哪会遮尔重要的代志，哪会无记载伫伊的日记内底？嘿，这真奇怪代志。对啊，所以就是讲，即马就是讲，我找着资料，咱有第14间的啊，有第10间的啊，地图顶悬写第8间的啦吼，咱的是第13间。有啦，嘿，我有看到，较早有一个台神的一个老师叫陈什么牧师，伊有写喺马街的记述内底，我看嘛是嘛无共啊。嘿嘿嘿嘿，对。这个来研究，这甲学术来研究较有关的，我嘿，这个来甲因问一下啊，嘿。不过咱即马就是照咱家己的历史的记载，对啦，就是咱即摆拢讲认13啦，定13间嘿。对对对。好，搁有无？礼拜我会用较济时间来讲着整个建堂的这个经过啦吼。等我拄则讲了，对这个准备开始款，开始搬迁，开始拆礼拜堂等等这个过程吼。我嘛会较会正确甲咱兄弟姊妹解说讲，为什么一定爱拆吼？我想咱过去拢无介强化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包括对建筑师工会的鉴定，包括咱实际咧拆所拄着遐个问题吼，我礼拜日我拢会讲，我会用一寡时间，我讲到少岁讲到会短短啊吼，了后用较济时间伫即个部分小来解说全部回顾啦吼，我总共弄出来大概6、700张的相片啊，嘿，我即几工拢一直咧整理遮个物件呢，嘿，对。牧师请教者吼。好。牧师，伊头拄有你讲，咱咧较早聚会所在一日就是伫民权街的126、128嘛吼。对。过来个咱即摆建堂的所在，一个所在就敢是十字路口，我角已经哦。嘿啊嘿啊嘿啊，你拄则无看相片吗？我有看到，所以我劝关关，就是迄关关咱是变啊？嘿，不是高高的吗？对，时阵有行楼梯起哩啊，有起来起哩。哦。嘿，有起来起哩。没有。对。那个好像现在也还在嘛吼。还在，可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建筑物样子。对。哦。我忘了放一个相片给我们看了哈，就是讲，其实咱进前吼，伫迄个礼拜堂起好的时阵吼，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情形，就是有人吼，甲伊放迄个一个蒙牌，别人的蒙牌放伫咱的牛顶。嘿，你稍等者哈，我甲找看觅。好来，我找啊，你稍等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哈。这真趣味啦，因为我感觉，迄个时阵的人吼，1900年你要去找基督徒哈，当我们的建筑的人很不可能啦，因为马盖嘛拄来不偌久尔点嘛哈，然后他帮你，伊为着要趁钱甲你起厝对毋对？吼伊起好了吼，你要去拜迄个阿摩番的上帝吼，伊就袂爽快啊吼。来，咱注意看哈，这个角头仔遮有看吼。就是即间啦吼。这是咱教会，我来的时阵的资料内底，我读着所以我摕出来吼，放这个蒙牌啦。放这个蒙牌要创啥货？放伫咱的牛顶悬呢，就是要救助嘛，对毋对？啥物人住伫
迄个教会内底。没有声音呢。敢有声？敢有听到声？有啊，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好，迄个人去好了后，伊就毋甘愿，因为你要去敬拜西洋人的上帝嘛，吼，所以伊就来囥一个蒙牌，吼，到底什么人的蒙牌毋知影啦，吼，但是就是讲，咱的上帝是上大的嘛，吼，所以伊会保守。进前，你看伫即个纸顶悬，才有写者丹河啦、丹翁啦、陆先春啦，即个袁富来吼，等等遮遮个传道者住伫内底，拢无代志嘛，吼。好，我开玩笑啦，吼，我讲吼，1900年上帝就互咱有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叫做和睦相处啦。哦，所以我们要和睦相处，哦，这对咱足重要，特别是对建堂来讲，我们更需要和睦相处安尼啦，吼。对，我想我出去的时，我拢用安尼来甲因去分享吼。这咱嘛看到讲迄个马街来了后，要去传福音的即种情形，是真正是足困难，伊去用点石头。我的阿公是到落尾是迄个。啥物人接马街哈？去办淡江中学，我即摆说临时袂记，后壁的宣教师吼，吴威廉迄款啦吼，来关心来训练我的阿公去做传道者，吼，我阿公定来去用骂啊，你咧基督教死了无人哭啦吼，毋但安尼尔，你出去会去用炮屎呢。所以当初是伫台湾要做基督福音的宣教是足困难啦，对。好，谢谢牧师。好，佫有问题无？还是要分享的无？我是有看过咱较早吼，有讲咱有一段时间吼，10几年的时间是脱离北大，尾仔再佫加倒入去。但是这典故我拢完全毋知，这是咱的历史内底有写过，我有看过。10几年。安尼啊，我毋知影，我无读着迄个资料。有，你伫网络找嘛，还佫找有。哦。就是咱有10几年这历史我捌听过，毋知陆长老啊谁有安尼闹一个，我无足深究的。有讲着即段历史，即马可能爱问王长老看会知无，还是迄个黄庙长老咧在地吼，可能会知。但是我确实有读过一段，讲咱有一段时间是脱离开迄个北大，较早敢若有北大嘛，尾仔才成立迄个台北中会嘛。台北中会了，时阵才佫分做啥物？什么新德中会啊，是啥物东部中会啥的款？你可能爱佫去查啦，爱佫去查迄个各中会的迄个历史安尼。但是我确实有听过即个诶，敢若伫咱诶毋知几百周年诶内底嘛有写着迄款。安尼吼，好，我再来看者好。可能较清楚看王长老，也是迄个黄庙长老，因看会较知无？因为迄足久诶嘛，迄都是讲1952年咱就搬入来嘛，搬入来了无偌久就发生这代志啊。到底是安怎？其实毋知影，我真正毋知影，敢若历史上安尼有看到，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不是很清楚。好，我来查查咧，问诶。那你要分享无？我细汉时阵吼，迄阵是迄个传道是写信型传道。嘿。第一阵吼，第一阵就算咱无属任何中会啦。OK。所以迄阵就脱离啊啦。迄阵迄阵就是听讲是迄阵是台北中会就分做淡江中会，佫一个台北中会嘛。迄阵分开的时阵，咱就倒去分开。分开咱因迄个回复的时阵，咱无甲伊转去。咱无倒转去，我听陆长老讲是安尼。对啦，咱无甲伊。甲王长老讲的，真系有类似。迄个原因实在无晓知影，就讲有几啊年的时间拢无伫咧中会内底，到尾才复归。OK。我复归还是复啥物安尼啦？好，安尼我即个来查者，即互咱即个甲咱讲，OK，多谢。
好，若无咱就拜托文牧长就带咱来祈祷。咱特别来为着主因长老恢复来献上感谢啦吼，继续为祈祷安尼。好，咱做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你互阮伫即个暗暝会当通过牧师来分享神国教会一寡历史的事件。阮也通过马街伫辛苦的辛劳受最的困难中间来建立阮神国教会。主，阮爱纪念伊的精神。伫阮新的礼拜堂伫咧建堂的中间，主恳求你亲自甲阮三甲弟弟，互阮合一伫主你耶稣你的引带中间来兴建主你为着阮备办的即个圣殿。主恳求你继续甲阮三甲弟弟，阮也将姚牧师的身体交托主你圣手，互伊跋倒了后的恢复会当紧紧得到复原。甲主任长老三甲弟弟已经复原较好势。主恳求你继续甲伊三甲弟弟。互伊伫这福建的路程中间，拢有主你的看顾。阮也将阮的肢体欠咱的交托主你圣手，特别有死失的家庭，南吉兄因的家庭，以及着天阳兄因的家庭，主恳求你特别安慰扶持甲因三甲弟弟。当阮这个时间要暂时休困，主恳求你继续带领甲阮每一人三甲弟弟会当互阮伫金的乡有一个好困的暗暝阮安尼大家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甲恳求。奉靠主耶稣，你永光个得胜的名来求，阿门，阿门，谢谢，多谢牧师，多谢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谢谢牧师。